小芬，你好似仲有心事咁喎。聰哥哥，我唔明啊，點解博拉群唔直接送水去發展中國家，幫助有需要嘅人啊？直接捐清潔嘅食水，咁飲晒咪冇咯。但係博拉群嘅分享淨水行動，會透過香港 UNICEF 幫助發展中國家長遠改善佢哋嘅供水、環境同個人衛生情況，咁先更加有效嘛。我知。小芬，你知乜嘢啊？又我下次同小青、小燕口渴嘅時候，買支博拉群，咪可以幫埋佢哋咯。小芬，你真係聰明啊！聰哥哥，咁我哋一齊買博拉群，支持分享淨水行動啦！而家係有獎問答時間，你會點樣呼籲朋友去支持分享淨水行動呢？快啲去博拉群 Facebook 度答啦！